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台北哦，连续啊讲乌阴落雨，今仔日总算是出日头咯。明仔载开始，2283天的连假，各地气温明显回转来，只有风头面的东北部会阁落一寡蓝山雨，各地高温24度到25度，这个南部甚至会到28度，也毋过日夜温差真大，早暗也是真冷哦。气象局讲，未来这礼拜的天气已经脱离到大范围持续性的降雨，尤其是2283天的连假，全台湾是安尼温暖舒适。也毋过西半部金门甲马祖暗时甲透早较会大蒙，若要出门，就要特别注意这个路况。你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了吗？赶快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看新闻。